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新北市贡寮有一个庄头叫做马公渔村，有不少的村民为清朝也就是日本时代，都住伫这个所在，讲即摆恐惊有灭村的危机。因为最近有财团大量收买当地土地，用要甲半个渔村拢买落来，在地居民恐惊被逼都要来搬厝。村民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，保存因即摆咧大个100年的石头厝。 也若无，因打来实在嘛，毋知要安怎才好。77岁陈阿嬷，伊咧卖用整理这个旋螺草，伊是靠海讨生活的海女，靠着挽海草，请养6个囡仔大汉。伊伫遮已经住一世人啊，但是即摆有财团要来收购土地，因此因为无土地产权，可能会被迫搬迁。工业啊，敢卖去我哪毋知啊？101年都敢卖去。拢要卖拢无敢讲，伊毋是爱互阮大个人优先无啊，拢无讲，啊毋是偷卖。另外，居民为阿嬷，伊想到可能连厝拢无通住，受气阁无奈，毋知以后是毋是无家可归。你把他们驱离了，不仅这个破坏这边的一个文化的历史文化的传承，再来就是说，那这些人的生活怎么办？何去何从？因为介意这个所在美景，来遮住4栋，这开咖啡厅、游乐办公，这个所在有值得保存的100年的旧房厝。财团若是买地开发，恐惊嘛消失去。我们当然会希望是这整个区都是一个完整，尤其是它会跟这边的生活，渔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但有关民众关心的部分，已经进入到文资审查程序。目前政府嘛咧评估是毋是要甲100年的石头厝来做古迹，收购土地开发商嘛释出善意。真正开饭店的部分，不是居民的所在这块土地上面。要这成就拍算要起旅馆，才会买地，但是嘛希望甲居民合作发展特色观光，会继续协调沟通，希望会当有双赢的结局。